美丽大兰的老总理是第4期的中心，是大兰人开发庆祝的素材。100年前乡镇的牛平行业，留学对中华运情竹筒一条素材，再度为大兰变做大兰的青态乡人，将美切上边的。不过，天地内种人生以来也是同外族群的人结婚，在大兰设计一定多人共嘅客家牛平客，日见人谈唔到位。2000大兰客家牛平文化协会成立，3万人传承牛平客客家文化。其他结合嘅社区组织，面对产业社区营造一条方向来做，记录保存老种嘅文化资源，改善生活环境，也下老社区透过再造，爱本大家看到无共用嘅老种。冬夏时条嘅日头上暖上暖，家里啲花从因从工容嘅成快嚟。呢然度农民去上去下，冇限嚟接地夫。高山的李记本身嘅李口石，我哋就甲高山的甲花凤采落去李平去，用安尼高接方式，接落去时去。打你个高山的你个品种的果作，你睇你就肉一口色。老成功上计划前提，接上进口礼服，高产能肤色甜火布，日长一个后，慢三出为困难切拍嘅地方。日本军片向记录害怕较高佢风花苞边较新熟，花芽分化较新熟。所以讲，你们真多农民用采用日本花凤啦。来到苗栗大兰老总理嘅山行，看下過去萬難係啲人，兩位嘅農地睇咗10股到6、7股都係種地嘅，今日日本客家都係種地嘅，所以呢個是係老總理從小嘅經濟來源。地頭來講，差唔多係30年啦，公款呢差唔多有20年啦。較路頭個差唔多有20年啦。老總理會在大蘭轉嘅東岸，係大蘭最早開發嘅素材。雖然面積只係1.98平方公里，但係大蘭人口最多嘅一笪地。大蘭貴州咪第老總出發點已經開發出嚟嘅。來大蘭最早弄第老總喺度，來啲。大部分拢係港種、大拿、西田，較做到種香蕉、種香茅、山紅子，大部分種了番薯、綠竹。喺中國嘅北部啊。是老莊親老古嘅一個北部，所以講老莊嘅人是灰做乜嘅呢？就用大啲兩草科技北部，大蘭人享受大樹北部，水塘兩條路，透過係上點解，係老莊最鬧熱嘅一隻素材。俺老莊有一句話。老莊太舒下電，你嚟講想講行冇做乜嘅，看有天有電把個起不來，係嘛都太舒下電意思是說，不勞而獲得動物嘅東西嘅事，你睇有電，空拍電。老總其實本單係大亞除老偏補出嘅生活範圍，韓人來了開天過後，老年出面接讓家必備。高新演員前天排上院來講，想打的緊張嘢是相當厲害。老總本身派2件軍民廟，除係味道嘅紀念，啲大蘭開發時候又重繞體會嘅相遇。來到大蘭，佢講一個鄉軍同一個湖南人，所以當時這個原住民有一場。在這邊為了開墾而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戰役，那死傷也3000多人的鄉軍，還有本地的鄉
那个爱勇，还有原住民也死伤了不少。來到羅總係講啲街路航行，站先生、站小子，大概是介入6-7架為發條，佢發條下馬，架蘭太體係客人，主期上站界站嚟3股2安多，軍紅了件站不出苗技術通出係堅持。上站面來開發到站架嘅資訊都感覺講按等種按到互相應按等嘅主線。冇帶來好好嘅經驗做唔得啦，所以站委個發起大家設置拿錢出來設置，嚟起呢個技術通。技術通提供10年嘅起業，至今就800年歷史。每後兩隊貼片嘅題主係代表出去東西東方。題主呢係真聰明嘅一個動物，就以為個繁殖以後，所以講站架嘅字體表示講站架字體你一聰明，原來人更多，原來人更多。祖廟內外還有14隻清朝風地雙改編。站務真發達。真愛讀書，所以講真多呢用考到進士所以講你就做太官呢，佢也唔忘講個祖先，所以呢，長方地送個呢個本裏頭，嚟表揚個祖先。站主機講，大蘭嘅站務員係對新竹苗栗推種第7隻素材落葉，其中最多係對中華人前竹通2大落葉，講嘅都係苗平客。安部是條嘅技術通田火光娃娃，順紅旺福傳來小朋友嘅娘繞上。祖廟順紅兩細細嘅空間，係鳥偏日成額心中嘅議題。為到傳承鳥片學會老文化，大蘭客家鳥片文化協會今年2000成立，當禮拜3安部開行一班，教小朋友講鳥片話。認為人哋鳥片你蠻並講即係多管至少嘅嗰長途啦，冇就是唔得啦。你蠻人都想講對啲幼幼班開始來教起來，容易傳承安尼就較唔會講下一擺啲鳥片較冇人講安尼。先生唔帶請自家殺嘅教材，老法同內容，轉為冇錢，甚至都係來奉公界。冇見會咗乜嘅係1天做，都為到傳承人冇乜解為到保護人自家嘅語言人人哋鳥片一定要救起來因為已經比較都加負平方佫較嚴重嘅。樣講冇用較大嘅藥房較強嘅藥房冇法度救。為安少唔係冇原因，啲大蘭本單係強盛語言嘅鳥片，因為生活環境嘅改變，為天然曬落來，留通風嘅關係，鳥片學會天我談唔到咧。我鳥片真會講，講乜我嘛會講乜，你講時啫我嘛會講時，你講好路我嘛會咁講。話說安尼，睇尾嘅是自家係變化。呢下大蘭大會咪是用羅總講鳥片嘅人學到嚟。學校都嘅鄉土語言口唱，主要都係教自然。協會呢下按照而培育，如中國今年正嘅人，來做鳥片學會新傳事。
佛教吼，条件就较高啦。恁像个乜个宣传师嘛吼，咱高级出来还唔得啦。比如讲无先生，无先生，咱你蛮按算讲，加个中高级的带有20中高级的就20按算过来开先生级的个，啊，这下唔单就甲真实的先生安尼。老其他学会强弱未拄到创新困境，鸟片嘅状况甚至很难见性。不过协会唔但强上网创新学会，还如小朋友或改图，不排出一条鸟片号，为打草沙起嘅鸟片热销。协会哈，前唔到讲一个状态为安尼讲鸟片为痛嘅，啊，我想讲利用呢个优点吼，啊好好来制作的那个鸟片的特色出来安尼。为咗记录老保存大兰嘅客家文化，鸟片文化协会老大兰地方发展协会合作，去年总算宣传到客家文化普查嘅案呢，为用经验来调查大兰嘅客家经验。记得我小时候就住这里了，然后样子就是这样。像那个雕花这些，雕花这些都是，像这边本来都有那个后花的，后来这个油漆就是太麻烦了，这是大地震，你知道吗？像那哇，整个爆下来才所以这个是921之后才弄掉。那个原来的瓦是一片一片的，那种的台湾瓦。巴黎风风书包嘅普查人，去到大家大埔拜访，用大嘴鼓、访问、让上记录嘅方式，为清出大兰嘅彩体故事。拜主公的死啊，有太太后准去捌来贴牌的东西好拜嘛。我们摆贴牌的，都拜三色啊，初古拜三色哦，拜五色的三色。俺入门调查，不超过100户，还蛮有100户。不过我看到青岛跟丰收都冇同款，就是跟别人，就是跟其他乡镇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的那个资产。那个是算网络，包括现在51号那个都是我们的网络。所以你们网络有2条啊？连个针尖那些都是网络，对，2横3径。我们卓兰过去在于农村再生跟社区营造上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文化的元素，把文化的特殊性统统放进去，对，然后能够凸显出我们客家文化的特色。唔但强普查嘅案呢，伫去年通过，沙溪嘅农村再生计划，强让伫去年宣传过关，希望改善沙溪环境，推动产业升级。收入毛毛讲，该问题啦，该驾驶的问题，产量的问题，我们有个2年的计划，而且讲做出来是可能把都带动过罗庄沙溪农业方面，大概进阶到2级那个加工2级产业。好，再进阶到3级的那个休闲结合起来。对产业文化沙草来到目标让嘅国家国土来做，沙溪路嘅建设组织各就责任，沙洲做的相互合作，连连落落。老总就贴片嘅历史背景，贴片嘅鸟片文化，不过日流里来并冇受到听到重视。也下建设计划连年进行，老总以未罕那促建嘅同然起来，希望整合老总嘅经验，为了老总变到罕那长到，每位大家都看到老总。不要让爸爸丢脸嘛，因为爸爸终究也是做了一辈子，对不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陆续的帮他推广这个事业，其实我也是觉得做得蛮快乐的，比较辛苦而已，可是做得蛮快乐的。